大型的观察头海鸥哦，一般拢是6月才会出现，不过哦，最近伫花莲清水海区所发现17公尺长的大型的观察头海鸥哦，敢是受到海洋环境影响，值得观察。花莲清水断崖湾岸边3到5海里的海域，一只大型的观察头海鸥浮出水面咧换气，喷起来水雾，互船顶的游客真欢喜。解说员讲，这只海鸥公大概有17米长。今年第一只，在过去的经验从来没有这么早3月份就出现的抹香鲸的踪迹。那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期待，也非常的兴奋。除了这一只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？它的同伴都在这个地方。观察头海鸥拢伫6月出现，提早出现是不是代表海洋生态环境有改变？赏鲸业者特别成立海帮手，家己影像 GPS 卡架甲声音记录起来，希望科学单位会当协助找到答案。因为过往我们统计抹香鲸出现的高峰，确实是在6到7月这2个月份是比较多、比较密集的，对，所以可能跟海流啊、全球暖化啊，或者是一些废弃物的议题等等，这些资讯都是需要我们一起去关注。赏鲸业者讲，这届航班不是一般的航班，因为调查行程，所以会去赏鲸船较少去的所在。互人欢喜的是，唔那干那看到观察头海鸥，佮拄到上百只的回纹海兔甲富士海兔，这个鲸豚的记录拢会提供予海洋生物专家做研究分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